通常我哋咩人都救嘅，咁但係如果有啲人真係心術不正啊，作奸犯科啊，有啲咧就係仲裝神弄鬼啊，咁嗰啲人我哋都唔會救嘅。咁而家呢一位事主咧，就係因為咧我呢個雙修，就希望藉着呢個雙修嗰一種功能咧，我可以臣服一啲女性，咁所以咧就走火入魔。就係之前嘅視頻中，給大家講述了好多不為人知嘅儀式。你唔知道胡亂嘗試這些儀式和方法，後果會有多麼嚴重嗎？就喺1個月前嘅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樣打開電子郵箱，一封求救信映入眼簾，發件人係一位男性，言辭間滿是極酷與恐懼。信中說他懷疑自己被鬼附身啦，令到自己而家工作又好啦，生活都又好啦，咁啊令到自己都唔能夠正常咁樣去做，咁仲留咗電話俾我，咁我見到佢真係好似好緊急咁樣，於是我就主動即刻打返電話俾佢啦。等他嚟到我面前時，我發現他嘅狀態十分糟糕，說話顛三倒四，10句話你都拼湊不出一句完整清晰嘅表述。據我仔細觀察之後，排除了藥物影響同精神疾病嘅可能。很明顯，他陷入一種無法自主控制思想嘅詭異境地。從現場嘅片段嚟看，這位陳先生完全失去了對自身嘅掌控，呢種失控嘅狀態讓人心驚。以我多年處理這類事件嘅經驗，一般靈體上身反應不會如此劇烈。於是，我決定施展一特別嘅法事為他驅邪。法事進行過程中，陳先生不停嘅尖叫、嘔吐，他發出嘅呢一種聲音，在我們這行被稱作鬼蛇嚟。後嚟經過深入探究咧，我哋就驚覺附在他身上嘅並非普通靈體，係一個被下了降頭嘅靈體。比殺了降頭嘅靈體和普通靈體有咗好大差別。這類靈體是降頭師通過至少2年不間斷嘅練習，甚至喺有嘅降頭師會為說給他日復一日地修煉，讓這一個靈體具備了特殊能力。要想與之抗衡，或者知曉他們傳達嘅信息，就必須用特定嘅法術同埋咒語施加到靈體上。在法事現場，陳先生極為痛苦。我哋徒弟當時看到呢個左手被呢個金印搭在脖子上，這是徒弟正在為他練咒施法。就係和靈體鬥法嘅過程中，靈體常常會試圖尋找人體嘅活躍部位鑽進去，譬如嘴巴、眼、耳、口、肚、壁等。陳先生不停嘔吐，就係希望能夠靈體從嘴裏吐出嚟。咁但係係咪咁容易吐到咧？就當然唔係啦。我哋曾經多次講過，靈體唔係話你俾一條符佢就可以搞得掂嘅。何況呢個有法嘅靈體咧，就更加難添。好在經過一系列艱難嘅法事操作，陳先生嘅神智漸漸恢復了清醒。但我心裏清楚，事情絕未這麼簡單。必須得弄清楚為什麼會有一個如此厲害嘅靈體附在他身上。在我的詢問下，陳先生終於道出了實情。原來他一直妄圖通過修煉詭異之法，以此嚟欺騙女生，進而謀取錢財。聽到他這番目的，我心裏一沉。咁初初我都本住一個緣分啦，你上得嚟揾我，醫得我都醫你嘅。咁但係後尾咧，響言談間咧，咁就佢就同我表示，其實佢咁嘅諗法係冇錯嘅，佢認為呢啲係好個人嘅嘢嚟嘅。我用翻自己嘅能力去做翻自己嘅嘢，係應該嘅。咁而我亦都覺得呢個人好似冇得救咁樣。一個年青人有這不錯嘅學歷和工作，本應有大好嘅前程，卻偏偏動了這樣嘅歪念，這樣心術不正嘅行為咧，實在讓我難以認同。所以我最終選擇不再救助他。其實一提到這種方法，好多人腦海中會浮現出一啲不法之徒借此行騙嘅新聞場景，但係實際上，真正嘅雙人修行就係道家書說理，品質上係一種氣功修煉法門。
它嘅核心就係通過特定嘅方式，讓人體自身嘅陰氣和陽氣相互調和，從而達到滋養精氣神嘅目的。就我們常說的，將氣聚於丹田，隨後微微屈膝，保持屈膝坐胯嘅姿勢，頭部又有頂肩，同時沉胸把臂。這樣一嚟，氣息就會隨咗我們凝聚嘅氣，就喺身體裏反款流動。即係其中蘊含咗一套極為深奧嘅元氣原理。稍有不慎，就容易走火入魔。尤其係年青人，心智尚未完全成熟，如果帶咗不好嘅思想去嘗試這類功法，做出一違背道德嘅事情，就好容易被下垂盯上，落得像陳生生這樣被鬼上身嘅下場。